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速公路顶的车，今仔日是平常时啊的7.3倍，五大塞车的地雷的路段嘛出炉了，尤其是国道5号路南，这个南港系统平南路段，讲伊半暝就开始车就愈来愈多了。 放年假路，想要塞车去东部省，就惊拄到塞车，真侪人听袂讲，就塞车上路。有一波返乡车潮稍微增多的趋势，那我们预估大概在中午过后车流才会慢慢的舒缓。西部国道路南的车辆嘛真多，预估今仔日暗时的交通量达到105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的1.3倍，以路南为主。 国道塞车的路段擘出来，国道1号路南的杨梅到新竹，中华到保盐，甲国道3号路南的三英到关西，乌日到雾峰。另外，国道5号路南的南港到北南，恐惊买塞车达8点钟。 那我们预估今天的比较瓶颈的路段，大概稍晚以及下午大概会比较集中在国一的新竹路段，还有彰化路段。那国三的部分只是会集中在国三的桃园路段跟南投路段，比较偏向于旅游风景区的一些路段。 国道运输的考验，搁有上北的车辆，无想要塞车，高公局建议车5才出发，会当选择替代道路，走第9线代替国道5号，搁第61线买当代替国道1号和国道3号。 对这摆的相体，道民众伫咧讲，今年的车票敢若无遮尔歹买。今仔日路南的车次，拢还阁会当买到车票。未来也都会是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小年夜那一天就放假，疏运的效果可以更好。敢是疫情和车辆减少出现变化，还是提早放假的原因，拢要阁继续观察。